尊敬的各位评委、孔子学院院长和各位汉语老师、女士们、先生们、亲爱的同学们，大家好！我叫陈光，非常高兴能够站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今天的演讲。天下一家，什么叫天下一家？天下一家的观念在中华文化中源远流长，早在2500年前，孔子的学生子夏就说过：“四海之内皆兄弟也。”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天下一家，主张民邦不与，协和万邦，天下大同，憧憬大道之行，天下为公的美好世界。我们认为，世界各国尽管有这样那样磕磕绊绊，但世界各国人民都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，拥有同一个家园，应该是一家人。世界各国人民应该张开怀抱，彼此理解，求同存异。在这个大家庭里，没有人可以独自活下去，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孤立发展，只有合作才能共赢。只有是天下人为一家，和睦相处，世界和平，即为天下一家。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，大自然给了我们赖以生存的美丽星球，也创造了不同的文化。虽然我们语言不同，文字各异，但我们都拥有相同的血脉。我们其实就是一家人。我们四海同心，天下一家。世界就是一个大花园，中国和卢旺达就好比世界大花园里两颗耀眼的花朵，各自散发着迷人的芳香，而又相得益彰。在世界的大家庭里，我们中国老师来教我们说汉语，学习中国文化。我也非常喜欢汉语和中国文化。我学习汉语已经有2年多了，虽然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遇到了各种不同的困难，但是在我们汉语老师的耐心帮助下和我坚持不懈的努力，今天我才能用比较流利的汉语给大家做演讲。而且去年我还以280多分和70多分的好成绩通过了 HSK 级考试和 HSK 中级考试。我希望我今年能够成功申请奖学金到中国去留学，学习中国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，回国以后为建设美丽的卢旺达做出贡献。当然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中国人也在卢旺达人身上看到了泪光向上的精神。这些知识、文化和精神的交流，让我们更加亲近，更像是一家人。中国现在正致力于“一带一路”发展战略的建设，也在积极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。今年由于新型冠状病毒吞噬全球的这个特殊的时刻，中国自身疫情有了好转的时候，立即尽自己的所能就去支援帮助世界其他国家抗击疫情。非洲将面临更大的挑战。为了帮助非洲更充分应对疫情，马云公益基金会已联合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，向非洲54国捐出2批医疗物资，同时通过为非洲医务人员提供新冠肺炎防治手册和在线交流等方式，带动中国抗疫医务人员向非洲医护分享实战经验。因为我们就生活在同一个地球，拥有同一个家园，我们是一家人。同时，汉语小比赛也是这一进程中的有力推手，它连接全世界不同的国家和民族，吸引不同肤色的人们都来到中国，认识中国，了解中国，爱上中国，也让世界各地的人们在中国结缘，友谊天长地久。我的演讲结束，谢谢大家。